来看，这礼拜东部跟北部拢是落雨真湿的天气哦。中南部的天气嘛无介好，中央气象局是表示讲，基隆北海岸有可能会落大雨。这礼拜的天气会有两波的变化，明仔载北部有东半部会继续落雨，拜三开始天气会较稳定，也毋过拜五又搁有锋面通过，北部会搁开始落雨。 锋面通过，天色乌阴，搁淡湿。气象局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，预计拜四进前，中部以北甲东部地区拢是这款的天气。那明后2天的话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因此的话，北部、东北部天气还是维持比较凉的状况。到周四的时候，整个东北季风减弱，气温会出现回升一些。而紧接着在周5、周6的话，又有一波东北风下来，迎风面的北部、东半部仍然有些降雨的情况，中南部地区维持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。 这礼拜天气2天一变化，西部局部地区甚至大霧。气象局表示，这是因为东北春初季节变化，又搁受到中国华南落雨大的影响，所以天气真无稳定。预计后礼拜搁会变寒。另外，东北季风落南，南台湾的空气品质无啥好。 那个高屏地区是在下风处哦，因为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，所以他们这2天的那个空气品质都是橘色的提醒。那北部这里因为今天跟昨天有下雨，所以空气品质是良好的。 环保署提醒，柑仔色的灯号对体质敏感、气管无好的人有影响。除了出门做好防范，常备药物嘛爱全都好。记者麦尚英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